我们这个藏族人以前有一个传统你从小的时候的是会念唵嘛呢叭咪吽，但是我看到有些藏族人呢，真的这个念唵嘛呢叭咪吽的念不会念的。我有一个那个熟悉的汉族人，他从这个拉萨，从美国很多地方呢，就是看到很多藏族人，但有时候他觉得非常这个不理解，为什么呢？他们别的民族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不怕这个一切痛苦和困难，而到这个藏地雪域高原那么气候恶劣的地方呢，开始这个梦里的祈求一些佛法。而藏族人，尤其是这些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的话呢，往往的就是他们舍弃这些佛法知识，反而到一些城市里面去这个开始这个热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就已经这个不知方向了，已经迷惑的这一点。因此呢，我今天最后再次的这个补充强调呢作为这个藏族人，真正的这个我们的主流文化呢，实际上是佛教知识。如果佛教知识已经舍弃了的话呢，那么就是藏地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财宝了就是真正的财宝没有了所以呢，包括就是这个研究藏文化的这些人的话呢，我希望你应该学习这个相关的这个佛教的内明知识，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探索这个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知识以及这个外来的文化。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你的一生呢，肯定会辉煌的，一定会是对自他都是有利的。好，讲到这里。